就这么让人姑娘走了？我瞧这姑娘不错，烈性仗义，找什么呢？书架要翻了。白云老人传，你什么时候对修道感兴趣了？你知道白云老人？白云老人那可是真神仙，你认得他？那若是他金口直断之时，能不能更改啊？真神仙说的话，你说能不能改？我得改个名字，尤其是言辞，不能要。陆大人，您现在是朝廷命官，上了官牒文书的，但凡脑袋在肩膀上顶着这名就改不了。你瞪我干什么呀？人姑娘救了你，你偏不理人家，这会儿人走了，你朝我发起疯来了，什么毛病？哎，怎么又不把话说完就走啊？大人怎么忽然对黄白之术感兴趣了？最近倒霉事情太多，去聚会去。对了，大人，你对翟路知道多少？罗浮庄那场大火来得蹊跷，当晚那支箭也很蹊跷。我怀疑翟路这件事情你不必同我多说，有什么需要可以去找江春。李福渊，我知道你身负冤屈，但这世上不只有你一个人有冤屈，你不能要求我专注在你一个人的一起旧案上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我明白了，抱歉。你伤还好吗？还好，并未伤在要害。多谢舍命相救。大人太客气了，你也救过我，并未欠我什么。切骨之恨，您大约一生从未体会过，自然也不知我为何拼上性命都要争一个真相。切骨之恨，其实我也是有的。你的兄长也是为我开蒙的恩师。看为先，我先于什么？更为之，指的是什么？是我同他的缘分，还是他的性命？我若继续接近他，看为谁为家有？想不到，我这辈子也会因鬼神之说而畏手畏脚，裹足不前。李福渊啊，李福渊，你真是我的克星。李姑娘，你还好吗？无妨，有人在跟着我们，我知道，不用理。用甩掉他们吗？走方室。你说的地方，就是血昭居。大人，他们去了血昭居。对。
李福元，你究竟藏了什么？让我瞧瞧，到底是不是你，翟禄。翟禄这杀人放火的勾当，未免做得太过高调。我们手上还有旧证和人证，他不过一个州府的追思，当真以为能为所欲为了？听闻梁大人要上任御剑司使，近日要回巡海宁，他素有梁青天之称。若有他来主持此案，相信胜算更大。我费了这么些功夫，便是在等他来。如今就看这翟禄上不上钩，咬不咬饵了。你就是李福元？你们是总领衙门的？我们奉命前来捉拿劫持范继礼、杀死赵承熙大官人的人犯。就是他，就是这个妖女。当年翟禄在花昌县任县令时，便与范继礼多有往来。你是说？大人，快去救救我家姑娘！那个范继礼不知道怎么跑出来了，还带了总理衙门的人来抓姑娘，如今已经被一起抓回衙门了。干什么去？县尉大人，你是官审，只能将你暂时羁押于此。奉劝你最好不要轻举妄动，免得落个渎职的罪名。大人受点委屈，我们一起去总领衙门探个虚实。三爷，请三爷出马。文书楼起火时，我知道您保存了旧案的卷宗。水来！快救火！案卷文书都在里边。可见您并非对一切视而不见，如今苦主就在眼前，却遭遇不测。若您不此时出手，那这冤案就永无昭雪之日了。下跪何人？民女李福渊，清河县人，久居花昌县雪照居。你身负3案，强掳范继礼，关押囚禁。由于日前烧杀赵承熙、商瑾夫妇，皆有人证，你抵赖不得。那这第3案是什么？13年前，月华街大火，将5方19街尽数烧毁。而那火并不是平白无故升起来的，纵火的人就是你。翟禄，你果然与整件事都脱不了关系。大人说什么？你既然矢口否认，那我们便一桩桩的来验看。带范继礼。海宁郡范继礼见过大人。范继礼，你且看清楚你身边的这个女子，她是什么人？同你状告之事有何干系？此人叫李福渊，自称画眉仙人。前日里就是他将我诓骗至囚外，然后囚禁折磨。我这手指就是被这妖女砍断的。要不是大人英明着人施救，我只怕是要死在里面了。等我出来之后，我才知道，这个妖女居然找了具尸首冒充于我。李福渊，你还有何话讲？大人，我与范员外并无交集，实在不必这样害他。你明明是恨透了我，非要害死我呀！此话怎讲？只
因他根本就不是什么清河来的术士李福渊，他便是10多年前华章县画眉鸟案杀人真凶李吉的幺妹儿李媛儿。大人，这范员外议政愈发严重了，竟将我无故说成那我并不相识的人。我自有方法。大人，李媛儿身上当有一处标记，不仅能证明她的身份，还能牵扯出多年前的一桩大案。且细细说来。李吉问斩后，我念李家孤苦，便去探望，想帮衬帮衬，补贴一些，却瞧见李府着了大火，有一个小女孩跌跌撞撞跑了出来，神色惶恐，手臂上还有一大块被我烧伤的红痕。你是说我便是当年那个小女孩？凭借相貌，自然无法认定。但是自从你绑了我，非逼我承认我害了李吉，你说你不是当年的李媛儿，还会是谁？你敢不敢当堂撩开你左边的衣袖，让我们看看你的手臂到底有没有烧伤的痕迹？就算有，也无法证明是当年大火所致。我如上月掌灯时不小心弄伤了手臂，也成了李媛儿了。那这海宁郡内，怕是有上百个李媛儿了。翟大人，世上不可能有如此巧合之事，请让他撩开衣袖，让我们看一看。你不敢，莫非是心虚了吗？来人，是，严。我能证明，他不是李媛儿。崔老，咱老儿陈州崔氏崔三见过翟大人。你说此女并非李媛儿，有何证据啊？当年月华街李家大火，我曾前去敛尸，当时后院便有2具尸首，经便是李氏李老夫妻2人，颌下有痕而口鼻无尘，应是起火前便自缢身亡。前面还有1具骸尸，因浓烟导致窒息而亡，和李媛儿年纪相仿。这包裹中便是当年那尸首身上的物事，请大人便看。崔老儿，你怎敢胡言乱语？她明明就是当初的李媛儿。范员外，你这话是何意啊？这可是我10几年前写下的验尸记录，上边还有公谢的印章。莫非我当年便和这妇人一起串通作假不成？够了！多谢这位崔爷替我说了句公道话。范员外，你神志恍惚，大约真将我当成了那个恶人。我并不怪你。你既坚持要看我的手臂，那便看吧。大人，民女还有嫌疑吗？你或许真的不是李媛儿，与画眉旧案也无关。但前日里罗浮山庄赵氏夫妇身亡一事，本官就在现场，你绝技脱不了干系。哦，大人莫不是还有证据？待现场清理完毕，我自会找到证据。来人，将此女押下去，容后再审。押不得。陆大人，你不在花昌县好好当值，跑到这里来做什么？翟大人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您将我有孕在身的妻子羁押在此，我就不能来看一看，讨个公道了吗？你胡说什么？夫人，婚书聘书皆在此处，请大人过目。呈上来。我2人3月前已与我夫人的家乡清河县成亲，如今她已有身孕月余，为修身养性，在雪照居休养。既是官眷，便不能压在公县。况且我娘子有身孕，受不得奔波劳苦。翟大人若是不放心，便在这县衙附近寻一个住处，
我与娘子暂歇。先说好，须得临水，得风就好，还得南北通透，最好在僻静些。放肆！不敢。柴大人如果觉得麻烦，也可以让我们先回花昌县去，待到有实证之日，再将我们召回来也不迟。还是说，翟大人您怕我们跑了不成？我谅你们也不敢。走吧，夫人。大人，就这么放他们走了？在我受审期间，我会尽可能拖延时间，届时江大人可在衙内寻找翟禄的相关罪证。衙门账簿果真有猫腻。多谢大人。事急从权，你且放心，等此件事了，必定替你改头换面，去个山清水秀的地方，择婿另嫁，一定不会损伤你的清誉。多谢大人不顾自己的名声，同我撒下这般弥天大谎。大人，李姑娘，此处不是说话的地方。啊，那劳烦崔老带着姑娘先回去呀。李姑娘，请。大人。好个华昌县，县令抢人，县尉拆房，我还真是小看你们了。少了什么？这还不快去追那江春！是。厉害，浪家！是。快！崔老，多谢您的庇护。那具所谓的尸体，应当不是个小女孩，而是一只小黄狗吧？现在想来，县衙里那具假饭几里的尸身被烧，应当也是3爷默许的。查这种旧案，对谁都没有好处。我暗中相助，只是望你不要因此事而落罪，早日忘记前尘，做个自在的人。那为何您现在又愿意站出来了？因为有人求我。什么？啊，没有什么。你的手臂为什么没有烧伤？我也觉得奇怪。范季礼在公堂上如此笃定地指认我，可见他描述的那日情形不假。他确实见到了一个被火灼伤手臂的小女孩。你是说？正是如此。我虽亲眼见到了父亲母亲的尸身，可那日火势太大，我并未进入家中，因此没有被火灼伤手臂。若范季礼见到的那个小女孩不是我，那就是说，那日大火烧起来前，家中还有另一个孩子。这几日怕是不能分房，翟禄少不得要派人过来盯着。你在想什么？江县尉怎么还没回来？你倒是时刻都很关心他。他也是为了我才会得罪上官的。我大白天当堂当面触翟禄眉头，难道我就没有得罪上官吗？
这世上不止你一个人有冤屈，你不能求我专注在你一个人的义气旧案身上，你明白我意思吗？我明白的，多谢大人。李福元，李福元，你今日没有上药。我没有力气，也不方便，横竖等明天也没关系。你宁愿痛死，也不愿意跟我说一声吗？大人为了救我，牺牲自己，也是出于公义。我知道，大人不喜欢与我这样的女子打交道。我若还是娇气矫情，岂不是显得太不识相？我什么时候？罢了，躺好，我给你上药。你身上怎么这么疼？抱歉。进。我不知道李姑娘在这里。我在这里，你就可以随便闯进来吗？蒋大人，是有什么收获吗？确实有点发现。是什么？这是州府衙门采购的账簿，4日前购入桐油、火油共计36斗，这数量绝对有问题。桐油、火油，共计36斗。桐油，罗浮山庄的大火。正是，那么大的附体，即使有煽风作用，若想顷刻烧起来，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我猜测，他们事先将助燃之物暗中运往了山庄，这也让我不由得想起13年前的那场大火。好狠毒的手段！翟禄在州府衙门多年，衙门这一路只怕是走不通。我们即使手握证据，又应当要去找谁？梁安道。逾月前，梁安道自浙北出发，一路向南，按船程算，不日应到海宁。州府衙门届时会派人在秋水烟迎接。我们要在秋水烟官驿找到梁大人，将翟禄纵火的相关证据呈上去。正是如此，我如今已被翟禄盯上，还得劳烦江县尉奔走一趟。他什么时候做了如此周密的计划？政和8年6月初2，天又晴，百事待兴。姑娘，这是什么？有个小乞儿送来，说是给我的，真稀奇。是，怎么这么多钱啊？收着吧，就是给你的。姑娘知道这是谁给我的呀？你也马上就知道了。啊，对了，去我屋内守着，一会儿陆大人如果问起来，你就说我不舒服睡着了。是。京春应该已经引开盯梢的了，此事不能再牵连大人。找梁安道必须靠我自己。姑娘睡着了。他人去哪儿了？什么时候走的？他
他单独行动很危险，你不告诉我，我没办法帮他。无畏是走的，不知道去哪儿了。不出大人所料，那江春就是个幌子。他走之后，新路的和那女的也出了城。人手备好了吗？是，已在出城的路上。李杰的这个妹子挺有本事，和姓陆的沆瀣一气。哼，我倒要看看，这回他们怎么脱身。你拿出的那张水路行程图是假的，你利用江春引开翟路的人，是想自己去找梁安道。你有计划，为什么不事先告诉我？你好像很生气。你可以一句话调走江春，也可以将我蒙在鼓里，自己擅自行动。李福元，在你心里似乎就没有信任这回事。无论我跟江春做了多少事情，你都可以将我们当成陌路之人，随时丢弃，是吗？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的计划，不是因为我不信任你们，而是因为我知道，只有我能替自己翻案，与旁人无关。旁人？本县令就是人证。今日4时一直到1刻钟之前，仙姑姐姐一直在我榻前相伴，半步都不曾离开。婚书、聘书皆在此处，请大人过目。您将我有孕在身的妻子羁押在此，我就不能来看一看，讨个公道了吗？旁人。罢了，你这颗心如冰如铁，根本就没有半分常人的感情，我就不应该帮你。我不需要谁帮，也不需要谁救。你说开始就开始，你说结束就结束，未免太过霸道。我就要跟着你，你待怎的？我也不需要谁帮，也不需要谁救。我乃华昌县县令，何人在此拦路？杀的就是你！就不能让此人接触到梁大人？怎么有两路人？是那妖女，追！不管你是哪路仙姑，今日必是你的死期。别让他跑了！别跑，追！看你还有什么能耐，快关受死吧！即刻汇报给大人。走。林夫人死了。是，不知道哪里来了另一拨人。那女的自己先跳下了山崖，尸骨无存。另一拨人。过来。
今夜再调几个人进内府，加强巡查。若有人来，就地拿下。是。千尊大人，县衙里的衙役都派出去找姑娘了，野杏和会议也去了，目前还是没有找到。知道了。今夜漫长，翟某恭候多时了。我有私诏与翟大人清算，刀剑无眼，不想死的都给我滚开！大胆刺客，夜闯总理衙门，还敢口出狂言！给我拿下！那边得罪了。你想死啊？就都别活！疯子，杀了他！快过来！你是疯了吗？救！对，别人都跑了，别动手！你们几个去那边，好，这儿好。你疯了！死了个李福元，你还要去那里给他陪葬吗？我很清醒，我这辈子从未这么清醒过。翟路那里那么多人，他已经有了防备，你今夜肯定杀不了他的。知道，你知道你很……他是为我死的，他总是很冷漠，不承任何人的情。只有我能替自己翻案，与旁人无关。还喜欢对人说狠话，但如果不是要为我引开那些人，他不会掉下去。你说多奇怪？我接近他，他会不行；我避开他，他也会不行。好像无论我怎么做，都不能令老天爷满意。既然如此，无论是他死了，还是他活着，你又想干什么？那我能不能求你件事儿？什么事儿？陆元成，我就消失了半日，府上怎么空无一人了？别点灯。你发烧了？你是活活来我梦中了吗？点了灯你就要走是不是？白天你为什么同我说那样的话？陆大人，坦白说，我最初就是想利用你，借你的势。我要走的路从来都不是你能为我选择的，也只有我自己才能保护我自己。而如今，我的身份已经暴露，无论幕后之人是谁，都不会放过我。我说，我不想连累你，是发自真心的。你越是真心，我就越是懊恼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
因为我想你对我自私一些，我想要你对我要求的多一些，我想要不要将我看得与旁人一样。我对你说过很多刻薄的话，我很后悔。我以为我只要离你远远的，那就玉石而亡的誓言就永远不会实现。别走！李福元，我喜欢你。为什么不推开我？都这种时候了，你还是无动于衷，是不是？如果有一天我不在，你会不会伤心？大爷是不会伤心的。有些话，有些事，也只有靠装疯卖傻才能对你说，陪你走。不过没关系，过了明天，你一定会没有后顾之忧的，好好活着。崔老，照我昨日说的，分头出去继续找人，这里不要留人，一个也不留。有劳了。这位梁大人不在观议，其余各必经之路也没有任何踪迹。一个堂堂2品大员，竟能无端消失了不成？李姑娘，姑娘何事如此急匆匆呢？怎么是你？哈哈哈哈！今日得了好茶，老夫再请你喝一杯。对了，老夫还未自陈名讳，在下梁安道。姑娘不必多礼。原来大人早就微服到了花城县。不出来走动，不就成了聋子瞎子，什么也看不到，也听不到了吧？那我来看什么？一把年纪了，游山玩水吧。李姑娘，我们已将证据呈给梁大人了。我都看到了，未曾想到一桩陈年旧案，其中竟还有这么多的波折：杀人夺妻、伪造假证、嫁祸他人，当真是一环扣着一环呐！我知道这话来得迟了些，但总希望不会太迟。李姑娘，委屈你了，我定会还你一个公道。
谢大人。好了好了，这下我可算有个交代了。姑娘前日里掉下山崖，可把我们陆大县令给闹急眼了，非得催促我来找梁大人。我求你件事，我怕江春没那能耐找到人。梁大人那边，好，我答应你。是他让您来找的梁大人。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，你会不会伤心？从我掉下山崖到今日，他一举一动可曾有过什么异常？翟大人到。翟大人，这么快就来了？他昨夜刺杀，今日还将人都遣了出去。哪怕真觉得我死了，他也不能做这么自不量力的事。他昨日刺杀可有留下什么证据？譬如身上的痕迹之类的。陆元崇，果然是你！你好大的胆子！我的胆子有几斤几两，翟大人还不清楚吗？他是要引翟禄来找他，他究竟要做什么？诸位，我便是昨日行刺翟大人的刺客。来呀，来拿我呀！老夫有一猜测，京畿之外，如有2名7品以上官员遭暴卒或死于非命者，不可原地一审，应发回大理寺，重议后审。如陆县令与翟禄一同出现意外，就算老夫不来，这桩案子只怕也是不得善了了。一旦上承京畿道，翟禄在海宁，那朝中的关系便也使不了。事情一旦闹大，自然就保住了李姑娘，确保画眉鸟案不会再被压埋。不过李姑娘也不必过于忧心，可能是老夫猜错了。这世上真有人会为了一桩陈年旧案，用自己的前程与性命作赔吗？把他给我拿走！慢着，翟大人，有一些话好似不方便让旁人听见，譬如罗浮山庄时，都在外面等着。是。请。我劝你还是别做无谓的挣扎了，如今那个女子也死了。不错，人已经死了，万事归空，什么都不曾剩下。坐。我见过李吉，我到任时，画眉案还未发，李吉字好，学问好，在县衙兼任过几个月的文书，我和他有过几面之缘。你和他有点像。像啊，我以为翟大人依附当朝宰相，而我在吞海楼上写了那篇得罪宰相的诗文之后，翟大人厌我的紧呢。你在这条路上走久了，就会明白，为官为人都没有非黑即白的道理。想要做一些事情，就必须要放弃一些原则。不管你相不相信，我20出头的时候，也不是今天这个样子。翟大人今天对我说的话可真有意思，只不过我跟李姬一点儿也不像。一个女人还不至于让我要死要活的，但昨天我若是不整那一出，那翟大人恐怕也不会这么轻易露面。有些事只能等我2人会面密谈。
你想要谈什么？大人对我了解不少，应该知道我不是什么蠢人。我此番帮李吉的妹妹翻案，也是想搏上一搏。我赌着画眉鸟一案在海宁的影响，争他个清流清正的名声。但现如今人已经死了，没了苦楚，这案子怕是翻不出什么水花。想要在仕途上更进一步，少不得得另谋出路。因此，我思前想后，觉得背靠大树好乘凉。翟大人，此次来，我是来向您投诚的。哼，空口白话。既然敢与翟大人坐下来谈交易，自然不可能没有诚意。此处皆是与罗夫庄画眉鸟一案有关的证据，从不曾示人。大人在海宁这一带根基深厚，虽不知怕我告发，但这样的把柄落在旁人手中，总归不妙。如今，我将之交还给大人，算得上是足够的诚意了吧？你想要什么？虽说罗夫庄被烧了，但赵承熙这些年的家底不可能全没。我要那宅子、地、西北深商的路子，这不难吧？你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呢。我拿下这一份产业，大人并不是全无好处。我将这么大个把柄送给你，今后我们同气连枝，互相照应，这样大人岂不是放心了许多？我做了许多事，不过是求一份利，求一份前途。大人只需要在这上面签了字，我们今后便是一条路上的人了。这是什么？这怎么还有一张能定你罪的东西？耍我！陆延崇，陆大人。来的正好，看见那边那个盒子了吗？金手所制，应该不会被烧坏，拿走吧。这里面是什么？是能还你兄长清白的证据。转头出去，不要看。他这是要死，你不管吗？啊！只有你二人一同死了，这案子才能成为铁案。况且，这藤油引线都是他备下的，与我无关。
寨路！御见司使，梁安道大人在此。翟禄，江春送来的证据我都看了，你的人我也压下了。10多年前，我入京述职的路上认识了你，你险些得误症死在路上，但却不肯回城。一问才知道，是为了官亲强佃人田，使人家破人亡。你一个舒比利，竟敢揣着状子，胆大包天上京告状。我20出头的时候，也不是今天这个样子。如今你变成这样，你有什么面目见你的妻儿老小？那就如此吧。当年赵承熙给我送银子，我做定这个案子的时候，便当知道会有这一天了。大人，你也不当问我如何宦海浮沉，清浊一体。我就是不收他的银子，也免不了要收别人的银子。我若是不肯跟他们沆瀣一气，我也走不到今天。东风谬掌花拳柄，因威一调压千金。你当初敢在吞海楼上这么显示讥讽当朝宰相，冒的就是掉脑袋的风险。看你今天的作为，定然也是不怕死了。只不过胆子大的人，不一定会有好下场。没想到，当年放走的一只小小的画眉鸟，竟然成了破局的关键。当真是天意从来，高难问呐！政和8年5月初3，天阴，是俱往矣。快将匣子拿出去吧，我骗他在口供上按了手印。梁大人看起来与他不是一路人，这案子能赢。好。你先锋一步，乱我归途，寻了几度，不知不如。我想要你对我自私一些，我想要你对我要求的多一些，我想要你不要将我看得与旁人一样。我对你说过很多很刻薄的话，我很后悔。我以为我只要离你远远的，玉石而亡的谶言就永远不会实现。你哭了？别哭了。伤口崩开了，疼吗？刚才有些痛。不，
果乔姐你哭了，我又忘了。好了，没事了。我留了后手，不论今天梁大人来不来，我都不会有事。你看我像是那样蠢笨的人吗？你又骗我！我几时又骗你了？你从前骗我说你一点都不喜欢我，现在又骗我没有要为了我去死。陆彦中，我们不要再去管什么世道、什么谗言了，好不好？你愿意为了我死，但我想为你活了。唯有这片雪，年年落年年，唯有这片雪，年年落年年。画眉鸟一案，我本已暗中了解过，案情基本已清楚。二位且放心，我会尽快重审。多谢梁大人。多谢梁大人。这是怎么回事？瞒着你，本是为那谗言，不想牵扯过多。现在确实也无所谓了。我原籍洛阳，家有博才，但身体不好，从小就做女孩打扮。我是次子，上面有哥哥，下面有受宠爱的幺弟。家中本就不怎么重视我，当时我家有个表亲在华昌县，家中便找了个理由，将我送来华昌县休养。我那会儿攒了些私房钱，便请表亲替我请了个开蒙的先生。不觉晓。我表亲挑来挑去，选中了李记。我哥的书修确实比较低廉，且也只有他才乐意收穷苦人家的女童。正是如此。虽然我在学堂不过短短6、7个月，但每一天的日子都记得很清楚。我知道，你有过目不忘的本领。是啊，那几百日里，但凡我看过的书籍、画册、文稿，如今没有不一一印在脑海中的。先生虽然只教了我短短几个月，但又何止教了我短短几个月？原来许多读不懂的，慢慢长大之后，便也就懂了。这才知道，什么叫做旷世通达，融会贯通。我那时候爱玩，不爱读书，所以很少去书院。我们碰到过吗？但人人都说，二小姐是个小霸王，淘气鬼。那时候我每次碰见你，都会远远地躲开。后来呢？画眉啼破夜未安，雪溅出了阴雨凉。13年霜雪封了旧书窗，我拎着针挑开过往，十字冷滴着颤。修长过埋他乡，或是天过那方，明星正一帮。谁在暗处笑看仓皇？
吹散花香，花没吹醒，走过让。我站在烟火尽头梦，你提着灯。